耶穌一見到群眾，就上咗山，坐低。佢嘅門徒都上到佢嘅跟前嚟。佢就開口教訓佢哋咁話：神貧嘅人係有福嘅，因為天國係佢哋嘅；哀慟嘅人係有福嘅，因為佢哋要受安慰；溫良嘅人係有福嘅，因為佢哋要承受土地；飢渴慕義嘅人係有福嘅，因為佢哋要得到飽飫；憐憫人嘅人係有福嘅，因為佢哋要受憐憫；心裏潔淨嘅人係有福嘅，因為佢哋要見到天主；締造和平嘅人係有福嘅，因為佢哋要稱為天主嘅子女；為義而受迫害嘅人係有福嘅，因為天國係佢哋嘅。幾時人為咗我而辱罵迫害你哋，捏造一切壞話毀謗你哋係有福嘅。你哋歡喜踴躍啦，因為你哋喺天上嘅賞報係豐厚嘅。因為喺你哋以前嘅先知，人亦都曾咁樣迫害過佢哋。你哋係地上嘅鹽，鹽若失咗味，可用咩嘢使佢再鹹呢？佢再毫無用途，只好喺外邊任人踐踏就算啦。你哋係世界嘅光，建築喺山上嘅城係唔能夠隱藏嘅。人點燈並唔係放喺斗底下，而係要放喺燈台上，照光屋裏面所有嘅人。照樣，你哋嘅光亦應該喺人前照耀，好使佢哋見到你哋嘅善行，光榮你哋在天之父。聖經注釋：就如梅瑟喺西乃山頒布咗舊約嘅法律，耶穌亦都喺靠近葛法翁嘅一座山上邊立定咗新約嘅法律，並且解釋咗舊約法律嘅定義。喺呢一個嘅真福八端，包含咗福音嘅精神，亦都係天國施政嘅政綱。征服的八端能指引我的人生，不再迷茫，如同飞鸟在天空中翱翔，心灵的旅程有温暖的光芒，那是我真心的向往，如同璀璨的星光，指引我的心前行，不再彷徨。慈悲是爱美人间，谦卑是最美的容颜，温良是心中的火焰，让我不再惧胆。饥渴慕义是我的信念，怜悯是慈悲的体现，清心寡欲是我的心愿，内心不再忧烦。真理为我把路点亮，让我找到征服的方向，如同清晨的一缕阳光，温暖了我的心房。这是我坚定的信仰，如同坚实的城墙，守护我的心成长，不再流浪。慈悲是爱满人间，谦卑是最美的容颜，温良是心中的火焰，让我不再惧胆。饥渴慕义是我的信念，怜悯是慈悲的体现，清心寡欲是我的心愿，
内心不再忧烦。慈悲是爱满人间，谦卑是最美的容颜，温良是心中的火焰，让我不再惧胆。饥渴慕义是我的心愿，怜悯是慈悲的体现，清心寡欲是我的心愿，内心不再忧烦。